花捲靠側區頭髮做出嚟，為有夠髮量，由後方偷出啲份量去側區。噴霧蠟收起髮絲，將梳打平嚟梳理，能修復表面髮絲，又唔會梳開入邊嘅亂髮。想表面光滑，將表面髮片用直板夾燙平。若側區本身髮量少或者好短，建議加髮片接駁。大花捲最後修飾，拉出多啲紋理。